做引體上升同埋掌上壓嗰陣，硬係覺得出唔到力，好有可能係因為你唔識控制肩胛骨。肩胛骨係貼伏喺脊椎上面嘅一對骨頭，當肩胛骨喐得順暢，力量就可以有效咁由背肌、胸肌同埋手臂傳遞出去。反之，當我哋唔識控制肩胛骨，胸肌同埋背肌就唔能夠參與動作，力量會大打折扣之餘，受傷嘅機會亦會增加。而想學識控制肩胛骨，建議大家認識以下兩個肩胛骨嘅活動：一、由上往下嘅順肩同埋沉肩。順肩係指肩胛往上移動，變得靠近耳仔；相反，沉肩就係指肩胛往下移動，遠離耳仔。而做掌上壓同埋引體嗰陣，我哋係要微微沉肩。二、由前往後嘅前引同埋內收。前引係指將肩胛往前方移動，相反，內收就係指肩胛往後移動，背脊會夾埋一齊。具體啲講，做引體上拉嗰陣，肩胛會由至中走到內收；而做掌上壓下降嗰陣，肩胛會由前引走到內收，推上嚟嗰陣就會由內收走返去前引。會建議未識控制肩胛骨嘅新手喺訓練嗰陣，先將動作調輕，例如係做膝上壓或者係雙腳輔助引體，嘗試喺動作入邊控制好肩胛骨。當大家慢慢學識點樣控制肩胛，引體同埋掌上壓自然就會越做越順暢同埋輕鬆。